两字，寓意量身，包容三教五教，甚至万教之真理，皆不出圣贤之教化，终成圣贤之上品资格为依归。非但名号如此，且其实际一心待天宣化之宏愿，不因受尽考磨、诽谤而有所退志，反越挫折，越奋力。弃智创办圣贤杂志社，洪生主持担任社长以来，牺牲奉献之精神，实堪嘉许。由于圣贤堂堂主及杂志社社长两主事者之操持、品德及财团法人设立，使财务处理的丝毫清白，点滴归功等等，方能使唐运宏展、盗物及杂志之发行量蒸蒸日上。如此，感革天兴，万圣千真其赞同感，此乃道业基石之一大因素。况所有董事、社务委员之制度健全，成员热心奉献，所有孪生风与无阻之效孪，此为唐社务宏展之次要因素。更实际论功德，最主要还是众生之乐善好施，对圣贤堂之信心及有形、无形、实质、精神等鼓舞。故圣贤堂因天、德、仁此三才一贯天书之重任，实天下道德君子、乐善好施者之成果，而同因重任，所以上天无私，实大公无私的衡量下，以成其奖善罚恶之思，贤徒您说是吗？至于正鸾游生之使命与成就，如果真心未到，别魔所图，事后或用不便捷，更不负天心及仙佛之栽培者，则功不可没。贤徒您也莫免太小气咯。当然，以贤徒素来之大愿，我想您可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其实，天下却有不少人直功直德，非但不知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；直功直德，动机不纯，以抹杀他人功德。如此心术，时宜不正，最后难免在无形中受考验，在无形中受天眼淘汰。正鸾之是否因命，最主要乃是依据其所效劳之唐运及天意之欲，使道业宏展，权宜之计以道法、佛法之广大。只要是上天所倚重之鸾堂，则无论孰谓正鸾，甚至可随便择人显化，马上执笔。或任何受显化者，皆可仰仗仙佛神通而云游三界。仙佛之神通一退，则依然是凡夫一人。故机者有一时一机，机之作用，唐运则较久，机运则应时。可惜天下多少机身，或仰仗仙佛神力随行为三界之实际作亲见证，事后之志得意满，以为著书全为其功。岂知既然非机身之实神作用，当然自非一人著作，故其书成皆由于天意、神圣仙佛之慈悲，所有效劳孪生之辛劳，更有赖于天下善信之布施，方能印刷成书，流传教化。故
正鸾固然非是无功，11以上所论之共同成就，集体创作，其正鸾之功劳几许，便可一想而知了。倘若自以为是宠而骄，必满而招损，骄而必败，上为天恩及先佛之功，下抹杀整体成就之德，其功过如何？自有天秤。老衲本不欲多言此事，只是历观天下无数正鸾，应机而兴，便自认功高德大，不可一世，终然在功过赏罚之下，难逃因果善恶报应。深有所感，不胜唏嘘。故就事论事，依理论理，愿天下鸾机。有犯上过则立改，无则免之而勿犯。前积无数之见，愿后进勿重。导复彻，是信是判。否则，先佛之苦心枉费，众生之便捷可悲。为师相信你蔡贤图之宏愿节操，故敢与你之间而论及劝勉天下正鸾之忠言，相信你能体诸老衲之苦衷，不为介意，不心灰意冷方是。蔡深恩师，您与众心肠，所论即是，余徒怎会介意呢？况轻者自轻，浊者自浊，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